78年的。这个87年的，这是外国传教士穿中国服装传天主教的呢，这是算信天主教的。如果在义和团那个时期的话，都是被反对的。看好福清媚洋，你看，反对那个信基督教、天主教的义和团的，守中国文化的。这外国传教士穿那个中国服装的旗袍，不是旗袍，旗袍是女生穿的，这叫马褂了，马褂。这个是2次大战期间那个公路，滇缅公路，滇就是那个云南的。滇缅啊，云南到缅甸那之间的公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宝物啊？红珊瑚雕刻的吗？还是瓷器啊？这是工艺很精美的工艺品，是象牙雕的吗？